然已經好少參與幕前啦，但係體重同皮膚管理咧，我都係唔會忽視嘅。作為一位事業型媽媽都好忙，又要湊仔又要工作，但係咧都會好勤力 keep fit，用日常護膚品之餘咧，亦都會配合醫美療程。我通常會用 Juve Look 同埋 Juve Look Volume。Juve Look 素顏針係針對淺層膚質，提升全面膚質同彈性，仲可以撫平暗瘡、凹凸洞，改善細紋、魚尾紋、淚溝，同時嫩膚補水，仲可以刺激骨膠原蛋白增生。而 Juve Look Volume 素顏針係針對深層輪廓，提升面部線條，例如豐盈太陽穴、蘋果肌。我哋女士最驚嘅虎紋、木偶紋都可以幫我哋改善到，仲可以幫我哋肌膚生膠原。做醫美療程，梗係要揀一間原廠正貨認可醫療中心啦。點樣認清正廠正貨？正貨認證有以下幾點：香港代理合身鐳射標籤同埋韓國廠方合身 QR Code 認證。韓國廠方合身 QR Code 認證方法非常簡單，撕開鐳射貼紙嘅光膜後，再掃描 QR Code 進入官方認證網站，輸入 QR Code 鐳射中印嘅數字編號就可以。香港代理樽身 QR Code 認證，掃描香港代理樽身 QR Code 認證，輸入 QR Code 鐳射中印有4位數字編號，認證成功就完成。醫生認可證書，所有醫美療程均由註冊醫生處理，醫生會持有由香港代理發出嘅針劑產品培訓認可證書。醫美中心正貨認可證書，醫美中心會持有由香港代理發出嘅醫美中心正貨認可證，證明產品係正廠正貨。Costherapy 重視產品嘅安全，記住認清由 Costherapy 開嘅證書同埋以上正貨認證就係信心嘅保證。唔講你哋唔知啊，分享個小貼士啊，消費者咧係有權可以拎走你哋嘅盒同埋樽，係保障咧你注射嘅係正廠正貨，唔係來源不明嘅產品。